聖經羅馬書10章13節，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呢度係俾我哋見到神嘅救恩係何等個偉大，係無條件嘅。凡求告主名的，所有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嘅人，求告即係向神呼求，真係願意接受耶穌做救主嘅。無論你係咩人，無論你有咩嘅背景，無論你犯咗幾大嘅罪，只要你願意求告耶穌，只要你願意相信耶穌做你嘅救主，就可以得救。求主幫助我哋真心嘅相信耶穌，知道耶穌係唯一嘅救主，耶穌係唯一可以俾我哋得永生嘅神。求主幫助我哋快快信耶穌，相信耶穌做我哋嘅救主，可以得救，何等嘅寶貴。呢度講嘅唔單止係靈魂嘅得救，同埋將來我哋可以進入到呢個嘅永生裏邊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